较近。练习就回家了哈。会不会？啊，陈先生，念念。首先，同学在这，大家我们古天乐，晚安。已经会面了哈，会面已经过1个月了哈，时间过10紧，咱今今嘛已经要听2个月了哈，因为年尾甲年头时间上拢较不一样，因此呢，把那个经典放啊听听。因为一部经典讲到了啦吼，当然嘛是一定爱用一寡时间。其实咱之前咧讲的《金庸剧情》吼，咱内底拢已经全收回。即马已经这版第1出，装修好第1出了吼。咱就讲第1部《金庸经》，伊这个意义吼，咱像安尼第1版多彩特殊啦吼。所以呢，因为咱学校这部《金庸经》已经讲到第6本，叫做正性奇分。因为一部经典，若要讲完足紧念念的，但是你若要把迄个字、迄个意，安尼甲讲无出来，可能你讲无卡巴。我嘛是安尼讲，因为咱《金庸经》是爱了解伊的义。咱是要紧要讲不了，所以伫这个当中啦吼，咱豆豆会甲感受，感受伊内在的这个含义。我相信讲这部《金庸经》有足侪人会晓上，会晓上啦。所以伫佛教上内底当中，也是讲因为一寡这个上经团要上这部《金庸经》，无啥物困难，大家真好上。不过，因为若实在要了解伊内底义理，可能就有一寡难度。所以因为大家对《金庸经》会感觉金庸经》是佛教上一部足重要经典，大家拢知影。这部经典叫做《智慧经》。但是大家听到《金庸经》却惊着，就却惊着，惊着啥物件？金庸足深嘞，无当去了解嘞。所以就无兴趣。其实《金庸经》无有啥物外深，无有啥物外重，是因为你无去甲了解，咱袂就袂听到，咱就感足难，就足困难，你就无啥物叫学习。因此当中难就是咱即个所在。其实咱去甲学习了后，咱就感觉嘛是无偌难啦。安尼讲起来，咱讲。见深则讲深，见浅则讲浅。最主要把伊义理甲讲无出来，讲毋对安尼好所以呢，咱同学就是讲今日含咱共同来研究。不过呢，咱一贯个的道亲啦吼，大体来研究是讲研究一个六祖坛经，对六祖坛经拢较有兴趣。因为六祖坛经是因为咱佛教上。有一本咱中国人第6代祖师六祖慧能，因为伊开发出来一部经典，伊发海甲意经典，有一部经典。但这部经典讲出来了后，虽然讲言简易深啦因咱咧讲的内底当中，即拢免翻译，就参像讲《金刚经》，除了佛教，除了六祖坛经。这部免翻译，其外迄拢做翻译过来经典，比如讲《法华经》啦、《华严经》啦、《楞严经》啦、《大法界经》啦、《八卦》，迄拢做翻过来，迄拢当时过去咱佛道的因讲的经典，所以过到道文时期了后，就是迄阵鸠摩释、三藏法师，因即代人，大家翻做咱中文。其实若无翻到咱中文，
咱即要看这个经典嘛是看无啦，印度语咱才看有，吼，阿庙道着什么三菩提，然后来翻译，然后咱在啥些艺术，咱嘛唔知影，啊，因处于这个当中啦，吼，所以咱一般的地主对这个六祖坛经，大家较有这个学习。不过因为对《金刚经》这本经典要研究，就比较卡手啊，这是事实。啊，因为咱即马是道德经，当然道德经是老祖，咱中国道教老祖开发出来，为当做像即款的经典，拢免翻译，所以呢，因为虽然讲易清，文言足清，但是伊免翻译，主要呢，咱去了解到伊的义理，因为基本上这唔比上佛教上，爱就个是翻译个经典啦，不过因为咱今日。这部经典呢，伊直讲到这个咱进前，当地时人不一分、二分、三四五分，二正成经，以为千万无六分，所证自成经啊，乃至于一念心净性者，咱进前就讲到这个段落啦，因为这个段落当中呢，伊就是咧甲你讲啦，因为有一分、二分、三四五分，二正成经，不过人家都小造一下，一直甲接过来啦，咱面对上进前，解说遐，迄个详细，咱照一些问题甲讲一遍因为这个就是咧甲讲，当地时人，不一分、二分、三四五分，而且就咧讲，这个佛陀直接甲迄个咱师父提讲啦，因为当时这个所有的地主啦，当时师父提，普有众生得如是言说，灵性实性当然，师父伫而且当中的对一个义行啦当时佛当讲一句话讲，师父提莫作实说，莫作实说，佛面好500岁，有持戒修福者，无处将有灵性信心以此为实，就是讲这段啦佛告师父提，你毋通安尼讲，因为伊头前迄段就甲讲，信心已有。就讲普有众生得如是言说，灵性实性我有一个疑惑，因为你佛讲到凡所有相，皆是妄，欲见诸相，唯上即见如来。而第5分讲到这深的道理啦第3分，伊是咧讲行大功啦而第4分，这个行大行啦第5分就是正大果，伊这3分已经讲到这个段落。毋过呢，讲到这个段落了后，行大果，正大果行大行，这个物件拢讲出来。毋过呢，因为师父提，伊就是到第6分来，伊就是一个义行。伊讲，你讲这点深的道理，这实相的道理，若要甲讲起来，这边地主到有人真正普有众生得如是言说灵性实性普有就是讲，我有一个义行，这个义行即定1256人有即定人得如是言说将有灵性实因为迄个如是，咱之前有讲过2段，第一如是，就是讲成佛得如，目不改失，这是咧讲到迄个如是。讲实相自性，你讲到这深厚的道理，讲到对自性这深厚的道理，众生敢有法度听出了真实的信心啦而且就是咧讲问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当时佛就甲师父提讲师父提莫作实说，伊即句话就讲，师父提你莫安尼讲即句话就是莫作实说，即句话若以翻译过来。你莫安尼讲毋过即句话呢，就是因为佛告师父提莫作实说，因为师父提有一个义行，
毋过离婚到上，人常讲出话讲安怎呢？讲婚一定爱对性开始，爱对性，人叫实性。你若佛法虽讲无性难入，虽然遮好的道理，毋过你若无性难入，毋过说话题已经普救众生，得如是言说，将有良心实性。说话题就开始有一个疑起啊，这个疑就是因为佛要甲说话题讲，因为伊算是要压制说话题有一个怀疑的信心。比如讲，你咧打讲出话，讲你莫安怀疑哦，你安尼怀疑就毋对哦。阮咧讲的物件是真理者，是实理者，是如理者，是不公理者，是必理者，因为就是要互你莫怀疑。你莫怀疑，你毋有信心。你若怀疑呢，后壁就免行。所以这个魔术是说，就是因为将真强烈、真强烈的语咧甲说话题。说指定是安怀疑是咯，因为咱内底有1250人有伫这内底听法咯。你若互你有这个怀疑，顶有1250人，大家拢产生这种怀疑哦，安尼嘛有问题啊咧吼。伊即摆就讲，你袂使讲哦，如来后500岁有七界修福者，有处将有灵心清净必须为实，因为当然。迄个如来，就是讲释迦如来，咱捌讲过啊。伊个后500岁，就是啥物件？就是这个斗争坚固时期啊，就是末法时期，离佛灭汉这个时阵，这个末法时阵，这个人会当七界修福者，这个七界生定定法位修福，就是咱常咧讲。行善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修一寡福报的物件啦，所以咱讲叫做即句话，若以六道来甲讲起来，七界即叫做慧；若以六道头一句来讲起来，叫做布施。咱讲叫做六道万能法。第一道叫做布施道嘛，第二道叫做七界道嘛，第三道叫做忍辱。精进嘛，上天嘛，智慧嘛，伊这个七界是咧讲讲啦，七界因为你这个界就是生定咱人生智慧，所以这句话若要甲讲起，就是你要证智慧。这句话甲解说起来叫做福慧双修。你修菩萨道，福若无富足，嘛袂成；慧若无富足，嘛袂成。所以一定要有七界，袂使惊修福无七界，袂使惊七界无修福。安尼啦，有处信心必处有实，伊就甲你讲，有即种人，伊会当修即种的道，就是因为伊即句为实相、为实际、为实际。伊讲伊，因为你咧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来讲，依着这七界修福者，依处为实。佛教说话题，无说实，因为这咱已经有讲过啊，这毋免再讲啊这因为带过去就好了。如来庙500岁，咱这拢已经讲过啊这是甲你带过来，甲你了解讲，即句话就是安怎由来啦袂听阮即句啊，惊咱袂记记即摆来就是咧讲这个灵心信心依处为实。当然。佛道嘛知讲，即个人会当行七界修福者，即个人以安尼为实啊，为正实就对啦因要互说话题，当然今日会当即个得了着真正的信心啦。毋过后壁即句话呢，说话题咧甲，佛就咧甲说话题讲，因为即个人会当七界修福者人，依处为实，即个人你会当知信的。你会知影袂当七界修福者即个人，伊讲不为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成善根啦伊有千万无量佛所证诸善根啦乃至一量成净信者啦即个物件当中就是讲到即个物件，当你是人，你会了解即个人，即个人毋是一般顶的人，因为即个人就是已经有供养过五世佛。我过去捌讲过啦，有阵时无了解，解说出来讲，
咱已经做无细佛啦，因为离佛三世五佛，听到五佛就讲，安尼做无细佛啦，这解说唔对啦吼。就是我伫迄个菲律宾咧讲课的时阵，哦，平时伊也就来甲我讲今日我总唔甘愿咧啦，我你是咧唔甘愿哪位？伊讲吼，我叫你做无细佛过啦吼，当地是不了咧，分别咯吼，无包括这点啊，嘛是咱这点啊。我拢做无细佛过啊，我一世人捌行艰苦啦吼，业来行重，我说我讲啥物人来讲你做无细佛过？伊讲过去的讲师来咧讲哦，所以咱咱我咱讲，第一是你听唔对，第二就是讲师讲唔对，这两个唔对尔啦吼。伊这讲唔对就带走唔去啦，我毋是安尼解说。就讲你今日已经有供养一佛、二佛、三世、五佛，后壁这个看落去，这叫做自净成因，有证着这个贤啊，对，贤啊，这哪里啊？我去当个天山，天山扭着无，无扭灵是不是你个问题？这一项。也好那个。少呀。贤啊，顶关嘅，顶关嘅得顶看啊。老师咧，你看吗？看影片。我看的人，你看陈先生画的跟前面。要较理想，要瘦吗？好不当着咧。他大家讲看卖，哎呀，注意啊。这个无去。你电视录音咩呢？大家迄无关系。你电视咩无关系啊？对啊，政府咧讲啊暂停啊。我讲你敲一个两千四，总情就是啊嘛。你讲陈建生看有？我爱去上好看啊。爱去上好看，安静，你选择条诶。伊这有看啊。你爱搁加，你无看，你爱搁加讲话。你都在为咧讲啊。伊个电脑会通哦。对啊。我就是讲，今天上面上会的是挺好的呀。要会通啊？要会通啊？我们是这样，当然了。电脑一样，好给一样。你也是重新看这个艺术。你讲哪个方式啊？
他放不要空气。然后第二天会议我查验这个，我有开光的那哎，关袂起啊。头迄个物件啊呢？光年派啊。喂喂。我无去。那对袂起啊？是啊，好伊啊，啊，伊都袂通饲要安怎看？我来。喂。我即马吼，我即马咧讲课，讲到看规个影无啥拢无去，啊看袂出来先啊。关也关袂起。我也关袂起呢。嘿，你向阮小姐讲。喂，你呢？啊，上到厝我就是讲，我袂顶答，我拢无顶答咯。我拢无甲顶答哦，啊，都家己看去，啊，我即摆要甲开关机用去过来吼，结果开关嘛拢袂。啊，你啊，你就我当出来啊。电子的物件你带有你唔知啊？系啊，因为你在上课。系啊，就我用就我安尼啊，系啊。哎呀，你等下。顶卡，拢顶卡，拢顶卡。电源啊，真贵的啊。你讲在后壁啊啦？你讲迄个土建的迄个鸭啊？拄好这个拢这顶也无倒啦。嘿啊。嘿啊。手片的不用讲的。出来就在刚好关得起来。中国系。出到开始关起来关起来。对啊，都。关啊。无信和。无信对啊。要不一样。你也不要看要是不一样，我不信哈。你即摆是咧讲土，迄个照土型的，迄边还是另外迄边？我是啊，今天有做明星啊。我讲啊，即摆你家就有嘿对无？有阿爸啊，开花店啊，一个就是你个插土型的对无？无啦，你就是讲倒啊，他比倒啊。差不多。啊，就是袂关起啊，就是关袂起来啊，啊，紧迄个嘛好事啊。未然这个变啊。啊，这没热的，热的啊。我可能迄个我这，因为顶摆有一个迄种迄个，有一个说讲隔壁安尼吼，是会倒啊，啊，新看拢无倒啊。哎呀，你啊。好，你现在来，你现在来。有。还有那
开单。他那个中心没对，你钱要给熬了。我想看这个这种啊，你不信我？控制迄个中，大概就袂听听安尼啊。袂啊，就是收袂起啊。这条开关啊。收袂过无去啊，拢无去啊。进气嘞安排啊，但是报我袂去啊。哦，迄个有查甫问。嘿啊，这个就是照顾我的啊。我嘛了解毋捌的，我是摆咧甲，我毋咧家用，我正常啊，正常袂用就安尼。哎呀，你在我连关系，我刚刚点一下，不要别掉。系啊。遥控器机，遥控器。遥控器对。啊，我毋知遥控器对啊。哇，遥控器。讲迄个啥？我电机卡电脑迄个哦。对啊，我也讲不了讲。中心的哎呀，打有一摆嘛，礼拜迄日就一摆嘛。嘿，我在中医。嘿。这条线哦，天哪！这条咱就要拍。应该是啦，差不多就这个他老翻原来。安尼无对中啦，无对中。最好嘞。第三，我来我快差好个。我这个贵啊，啊，这个要差咱这你
按你这个投影机的那个插座里嘛。有。用啲條多啦，同講，都有啲料子。Kiểm bí đoán có cái kẹo sữa, cái kẹo sữa.你莫在这查下啊，拜托你啊。拜了，这你要拜了不？好了，好了，好了，好，好了，好了，好了，啊，现在讲开始了。投影机。好，要照。要照迄条线诶，直接。讲到这个所在。直接有个倒投影机。因为国足事实，如来佛陀500岁，有世界上福者，有处将有人生信心以此为实。这个有处将有，第一种世界上福者，这嘛是一个将有。包括什么呢？包括你这个《金刚经》的第3分内底3种，因为这种是拢一段有叫做将有。佛当时讲的是话，迄叫做上古，嘛是因为当时第4分妙用无珠，甲第5分欲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总是一串串上古。所以呢，因为以处上古，人生信心以此为实。恁即摆后壁看这有一个实，这有一个实，恁记得啊？这有一个实。所以呢，因为这是之前拢讲过啦，所以咱我就是，即个伫咱遮咱我这甲走出来，咱有一个印象啦，以此为实，这分别当地是人，不1佛2佛3事5佛，2净善根，以为千万无量佛，所净诸善根，当时。佛咧甲伊提出讲，你要知即阵人因为即阵人，因为会当持戒修恶者，嘛会当听到《金刚经》的即个章句，但是即个人毋是简单的人，就参像讲咱今仔日会当伫即个所在来得到咱1贯3宝生法，包括咱今日会当来研究佛的《金刚经》，即拢毋是遐简单的人。你今仔日过去，若无成即个成因来，人安尼你即代来，就要听即个物件，敢有可能？就我常咧讲，你国小，你向要来读大学的数学，要来读博士甲硕士的数学，敢有可能？无可能，因为实在差太济。毋过你去过去研佛法的研究，嘛毋捌亲近了即个佛法。你进前后就要来研究大乘佛法，敢有可能？这嘛无可能啦所以呢，伫迄个当中，会当以此为实，就是当时会当听到佛甲咱讲，所有的即个当行大名，会当即个行大果，会当证大果，因为即个人，即讲过第3分、第4分、第5分，会当听到即个章句，即个人。因为伊拢过去，拢有供养一世佛过啊，
2世佛过啊，3世佛过啊，甚至5世佛过啊，甚至哦后壁你讲哦，已有千万无量佛所证诸善经，就是讲最起码要有5代过啊，甚至后壁千万诸量佛。咱想有想过，咱在这世间已经轮回6万几年啊，咱已经亲近到偌济佛偌济菩萨，甚至咱过去伫对一个法门修过，咱拢毋知影。毋过毋知影你对知影，你真知影。你真对佛法、对真理、对修行道，你做什么亲近，就代表你过去这项拢有做过物件。无你今日去找咱这物件。我想讲，咱过去，咱学迄个3岁就求道，咱学3岁就求道，若要较讲话，我27岁，才开始接近道中。毋过咱学接近道中了后，到第71岁，嘛是我接近道中到即马已经40几年。当然就求道，迄个时阵无讲啦就是接近道中到这40几年。毋过呢，因为咱学即个型的，我嘛想，我即个型的，带道中我当去40几年，我当行落去。有阵时咱学对家己嘛真怀疑啦因为这毋免怀疑，因为你若无即个根基，你若无过去有修过来，其实你离遮都困袂掉。啥困袂掉？我即摆做就做简单的比喻，你一个国小的，你去大学甲人读册，你去大学甲人读册啦，你敢无法度读咧？一个国小的，你去大学谈行多济，老师咧讲啦，你都听无。迄个考试纸写出来，你都看无。毋过老师是安教，毋过你教我都听无，因为赞成差太济哩，你听无？国小差大学赞成。咱凡夫要差菩萨，会赞成差济无？当然这差足济。毋啊，我就甲你讲，你会知影这个人毋是过去拢无原念，拢无原念。这个人是过去不一分、二分、三事五分，因过去拢甚至已有，甚至过去一代一代拢有亲近过佛、亲近过菩萨。伊即句话咱甲你解说，就因为迄个佛道转增啦，就是讲把即句话都讲倒转来，互苏摩地听，互所有1200人听讲，其实会当亲近世界修学者，会当行大功，会当行大言，会当言大果。这个人毋是向装出来物件，这过去就拢有修，毋过因过去是修福，因过去无修慧，嘛因过去无真正亲慧，无亲近妙慧，所以因真来继续来修过，因为伊来转世做人啊，但伊免做个三福道啊，伊个天道、人道，修罗道上歹的修罗道，六道内底当中，头前这叫做三善道啊，后壁迄个三福道啊。虽然你要走去三福道，你会走三善道，毋过你伫三善道内底当中，你会当创啊？你会当来听道，你会当来修道，你会当来学道，安尼是安怎你会当困得掉？因为你对这个物件足熟悉、足有兴趣，给咱人兴趣足是种的。迄位迄兴趣，迄大叫迄挂迄军事枪机马炮，迄真拢毋捌读册你军事枪机马炮，我伊知影是机哦，伊知影是军哦，伊知影是机哪位哦？伊也数学牌啊，数学牌恁听无？伊数学牌我嘛毋知影。伊个数学牌伊拢无读册数学牌了就要拍啦，足熟悉伊较有遐熟悉。伊过去时就是拢比赛工课，伊咱才熟悉嘛，敢是安尼？你像我过去捌咧比赛工课，你甲讲，真讲要叫我啦拍卖场，我实我嘛想我袂晓拍。你讲要叫我行步，我嘛袂晓行。你讲要叫我画什么鸟？有啦，我较早捌咧颠倒所以即个物件咱无迄个概念。所以你过去种迄个因，甲即有迄个概念，迄个即毋过咱对咱家己爱有一个欢喜。我过去种的因，所以六祖就讲因地果反生。你过去因地种的，你当时种菩萨，你进来修菩萨道；你过去种必持佛道，
你真来你种啤酒，你来真来你来收啤酒的道。你过去阿罗汉，你真来收阿罗汉道。足简单道理就安尼嘛。啊，若无你就要即个晋升起来，啊晋升起来，你就要经过一种个调整，安尼一种意境起。啊，所以咧，今日佛道甲你讲甲我当世界修学者有处中有人生信心，以此为实。迄个中有就是第3分、第4分、甲第5分，甲世界修学者因这拢叫做中有。以此为实，以着这物件为实际，为实界。但是这个以此为实，你甲为实，后壁有一句话叫做啦，以名声正信者，后壁都有一句即个话。迄句实甲正迄有关系伫咧，所以咱真等一下讲我迄个所在，所以你是记即个实，安尼就对啦，即摆来就是咧讲迄物件，即摆来就是咧讲即句话啦，就是因为咱今日要讲的主题啦，所以咧下后边来自一念心。正信者有出来啦到前以此为实，是咧实就实，它就要是正信，这有关系因为伊即句话，咱要解说出大话以前，咱先甲看这2段话咧。这段话以此为实，恁会记者讲，我有一个实，才有一个实，都有一个实啊。迄个正信含迄个实嘛，爱无去就对啦。迄个正信含迄个实，你虽然有迄个实有正是迄个物件，但是迄个实嘛爱都无去，你袂使搁听我有一个迄个实伫内底，所以后壁句话都来破掉，互你完全入去甲清清真真，连甲一个实嘛无去。简单讲起来就讲，正讲无为欲心思想，即叫误人将事者；欲处法上，即叫误人将心事者；欲处非法上，即叫误人将事者。所以伊一层一层一直甲你破，一直甲你破，到含迄个空上爱破掉。伊即嘛这是安尼咧甲你讲所以咱今日主题就直接开始讲啦因为这段咱好念者，咱再咱好念一下啦这是今日要讲的主题因为拄则对无？即代甲咱甲咱淡薄者咱无要紧啦，讲话这算偌济啦文是将古。文是中古，乃至一念生正信者，乃至一念生正信者，苏我地，如来悉知悉见，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是诸众生，必如是无量福德，必如是无量福德。即句话就是已经而且甲你讲出来文是将古。乃至一念生正信者，即句话就是咧甲咱讲，连甲迄个一念，无论你过去所做的，一分二分三分五分二正性，你所过去所做的，迄个无量千万分你所做的这项货，甚至呢，你会当一念清净，拢会当这个得到了如是无量福德。安尼对啦不过因为咱这做一个解说啦这个中古文是中古，这个中古，而且甲咱讲一个较详细啦这个以及你听到了欲见主上非常即见如来，这是一个中古。这个中古以言说，因为言说中古，就是讲佛所讲的一段话，甲结合起来，叫做中古。所以文是中古。乃至文是中古啦言说中古就是讲，佛讲一段话，这段话就讲欲见主上非常即见如来，这段话甲结合起叫做中古。因为咱好早头甲讲过，因为印度语无像咱遮个所谓的四句语啦，是属于迄个你看，因为伊遐个语言拢属于英文，所以因为伊写字拢坏。就参考泰国语啦较早迄个泰国老房主，因爸爸会讲看见泰国话、泰国戏啦一条一条一条，其实写落你嘛看，它有啥物文化？印度话、印度语嘛是安尼咧过，伊毋是英文呢，伊印度是讲英文，
着因的国语英文，但是因的印度话毋是英文安尼，文是一直咧，迄个咱看无啦，原文看就对啦。啊，若迄个伊中文就是啥？就是讲，因为伊讲一段话，会甲这段话甲结合叫做中文，伊这意思就是安尼啦。伊即摆就讲，不要你说终身，毋免讲你终身清净啦，毋免你讲死乃至就讲，你甚至你一念会当生了清净的信心安就好啊。所以毋通讲，即个乃至，你既然将即个清净，你即念清净的信心啦，摕了后，华严经我用华严经啦，即头的讲来一念清净，乃至一念清净，才即有的啦，华严经来讲，一念缘起无生，超比三乘的方法，叫做一念清净之心。即句话的解说，就是华严经的解说着，乃至一念，即个叫生净信者啦，三比三乘方法，即个三乘就是小乘、中乘、大乘啦。小乘就是声闻，中乘就是缘觉，大乘就是菩萨啦，咱就讲起讲，你若一念清净，你马上就进入声闻、缘觉、菩萨，就超越即个啦，超越这三个因，超越三乘的烦恼，超越三乘烦恼，三乘的烦恼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去呢即个超越无上，叫做咱就讲起，你即念缘起清净无量，你马上进入无上菩萨。即句的解说就是安尼啦，伊安尼来解说。那即个一念，因为你有法度一念清净，回心即个回心反反累照，体入本宗啦，忽然大修明经啦，见一心。照见一心佛界，当下即是无生。即个心顶完全是你的心顶，并无别人的啦，叫做自然众命消。即句话就是安怎解说？即句话代表上解重啊，就是咱这心，你的内心世界有倒下无？咱的内心世界若有倒下，就是伊这众命，因为就参像即个日头。伊照来了后，若无乌云，若讲一点零，什么物件？减，自减一切物件，一点零，即一点零来理由啦，因为咱即个心境若倒起来了后，咱未来接受的世界，咱有一个大黑洞我是听讲，咱的自性心境若倒啦咱即个自性。若有心顶若光明者，咱毋免互迄个大黑洞把咱吸进去，因为即个心顶倒来，会当自然众命灵消，所有一切对自性中，拢袂去影响着，袂影响着自性，包括即个大黑洞，所有的物件，咱嘛袂去吸入内面，就围绕着你家己心顶的倒。你的心顶若袂倒，你什么人来倒？对啊，若后对啊去拖对啊去了后，讲暂时要去转世，对对去拢毋知影就对啦所以即目前中科学讲，所以我进前讲到迄个讲书，迄个初级讲书培训甲即回我去即个台南去讲一班迄个新民班课去讲到即个因缘所以呢，即个大黑洞是一个真恐怖的物件，你的心。若自恶了后，去到遐，一个吸落去就参照迄个飞机迄个飞机你甲看，迄个飞机若开始行，迄个引擎，迄个吸力偌大呢？迄是安怎韩国迄只飞机会叫迄个做挂，迄是我吸一只迄个鸟入去个引擎，伊只鸟吸去了后，当中水分子引擎飙去飙就飞袂去飞落去，伊就袂动的，所以迄个4,179个，就是因为迄只鸟
啊，就是因为伊迄个引擎，迄个吸力太大，迄个粉石飞着过了哦，什么鸟我毋知啦吼，飞着过了，即时叫吸住了，迄只飞机出问题。啊，咱就是即个问题，因为咱家己无力量，咱家己做事无方便，无同条件无唔该控，咱一个速度叫吸不了去，所以咱讲今日日啦吼，咱咧培养咧培养咧家己即个心境，完全是你的心境，并无别人啦吼。那安尼当中无啥物人，证明说无啥物人会当用着你家己即个心境啦吼，你的清净，这个清净心。不起来，你就没有办法关到你的清净心，你就不能证到空性，你天天苦行，全是你的世心永输了哦。所以你看这位讲，而且咱来讲，专是你的色心永输了吼，色心是。暗的不明的啦，生的心，福大你家己不生不灭，常住真心，将一在长夜梦中作何记啦？不闻正法，不我自性，本有的觉性，枉受轮回苦啦吼。啊，所以咱我咧讲这段话，就是咧甲你解，我用这段话啦吼，咧甲你解说着一念生净性者。咧甲你解释着咱的自性，咱本有的自性，这个物件吼，啊，这个物件就是咱，就是因为咱家己清净心咱无起来，现在清净无起来，因为咱心无起来，你要看到咱的空性无可能，你要看到你自性中的明灯嘛无可能，所以你无可能当中呢，你天天的苦行，咱修着生活作认真，咱修着生活用心。毋过呢，因为你今日的色心，这个色心，啊，色心就是咱常一句咧讲，六根，六根染六根，啊生六色，这叫做18界，3到18。啊，这个色就是色心，这个色就是色心，这个色会走妄想，现在妄想因为色这个分别厉害，比如讲六根。六根只有一根线，啊分了六合线。毋过眼目睭看到，耳听到，眼耳鼻闻到，舌食到，味眼耳鼻舌身触到，意感受到。这物件，这本来就是六根是一根，所以叫做一根线。毋过呢，这一根线，这六根去感到六地，目睭看到咱看到色、声、香。味触法，因为一根念一根，一根念一根，啊，一根念一根了后，当中呢到第三步呢，就是变成色。比如讲，眼去看到色了后，去看到迄个色的色了后，咱的自性会生出啦。这是白色，这是红色，这是黑色，你会分别，这叫做分别。你听到啥？色声，听到声，你听到声了后。你就安你第三步就是色，叫做心色。啊，你听到了后，当中呢，你会分别作一你家己的看法，迄叫做定，迄叫声定了。所以六根了六定后壁这个六色，伫咧共生。简单讲起来，迄个叫做色鬼，色鬼啦，较色鬼，因为你无转色心定，所以咱今日修行过来底当中，若无心定了后。咱拢用咱即个人安怎，人拢讲咱厝诶讲啦，你这较色鬼啦吼，较色鬼，啊你妄神，啊伫诶，定业定就是参像咱讲叫做神啦，啊色就咱叫做鬼。毋过呢，你今日虽然你修到你即个心色，若转无过了后，今日你即个神不生不灭诶物件，你今日相助真心这个将你长夜梦中作何记？就是参像你长夜在咧打妄想，在咧想一堆，安就对啦。你无当问题正法，你不我自性本有的这个觉性，往受轮回。现在往受轮回，毋过你今日这个咧用代志，
你毋是甲想用代志，吼，所以咱修学道，我常讲啊，咱就是要把迄个色要甲转落定，要甲迄个色甲转落无，安尼对啦吼，妄心。毋过呢，咱愈修愈色，咱愈修，所以我常咧讲一句话啦吼，吼有点啥，吼，迄个离佛教仙内底当中有一句讲，道法孙啊，教师大，啊老和尚啊脾气大，吼，离佛教仙是这个名词。现在伊到这关内底当中，伊老和尚伊脾气遐遮大，大法师伊的个性太遮大，迄个个性甲脾气，迄种叫做色，迄叫做色。因为伊虽然是一个修足久，但是无代表因为伊修成功。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你问哦，你讲哦，我今日做术啦，当然咱做术就无迄种物件啦吼。我是做经理啦，我是做经理啦，我是做啥物物件？比如来讲啦吼，因就袂对，无迄个道理。当然，因就较悬，因为因有伫道中较久，咱若修了好势，咱嘛行了上好势。毋过呢，你若长期性，中路在长夜梦中做活计，你即句话内底当中，你一世人就是拢做这行规，你一世人就拢不问正法。那安尼不问自己的本性，即个角色，咱而且修啦吼。修几十年，阮才而且往受轮回啦，伊咧甲你讲啦吼，所以而且物件咱我已经而且讲出来吼，即句话就是咧甲咱注意，咱的上面有一个精无，迄个上顶嘛就是色无，我有咧甲你讲，就讲你即个色会记咧，但是后壁即个精，所以呢以处为色，吼。当地是日不一分二分三四五分二正成经，已有千万无量分所证诸成经，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哇，即句话，所以伊头前甲你讲色，后壁甲你讲精。是安怎头前甲你讲色，后壁甲你讲精？为什么呢？因为恐怕你执着一个实性，迄个实性嘛有一个色，这个色就是啥物件呢？这个色就是咧甲恁，这个色就是你会执着一个有，这一面去。那么，迄个清净心是怎样清净呢？就是袂有落到一个空的一面去。所以呢，伊袂落到一个有。简单讲起来，讲袂落到空甲有，迄个空，若要甲讲起来讲色叫做有。若要甲讲一面精，叫做空，所以呢，即个叫做空有不离的道理啦吼，空有不离的道学。所以呢，因为袂落去偏离有一个色，后壁再甲你加一个精，含迄个有一个偏离迄个实性迄个色来甲你净化掉的。若是即个清净心落入空有去啊，那种的清净就是讲。落入两边啦吼，空有不二，你落一边空，一边有，就无成。所以伊头一句话，毕竟要甲你讲实，因为以处为实，依着当时行大业，种大果，的时阵迄个即个行大果依着这欲见之实，欲见之上非上，即见如来，以这物件做。实性，安尼，但是你以这物件做实性，咱拄则讲的，咱行要落入一个有实性去，所以后壁用这个精甲你套掉伊。所以呢，要使诸法空相，欲见诸相非相，空，这个欲见诸相非相，空有相，不能处，这个一念就会当起了清净，伊即话就是甲你讲，你袂使执为有，袂使执为空。即个空有不离的道理，就是叫做叫做平。所以金刚经的23分，伊当甲你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证明阿弥陀佛三法的。即句话就是因为当时佛陀的金刚经23分，就伊甲你讲，四法我这个法是讲平等。嘛无偏离有，嘛无偏离空，嘛无偏离悬，嘛无偏离低，因为空有叫做二元对立，离一个
有一个高一个低嘛是叫做二元对立。所以呢，因为诸法空相，而这个内底当中爱欲见诸相非相，欲见诸相非相，欲见你看到这个诸相非相，叫做缘起成空。哦，缘起成空，就是讲因缘生活叫做有，成空非相叫做空。但是你袂使偏离有，也袂使偏离诸相，嘛袂使偏离空相，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不能触，这种袂当触见，用一念起，就不清净啦吼。这个一念起了，这个都偏离就无清净。啊那因为咱来听哩空有不离，听哩平，就是讲不着有，不着空。那安尼咱会当生了这念叫做清净的信心。这但是叫做清净心，这若伊叫做中道的信心啦吼。啊，毋过这段话呢，就是这个中道信心，就是实相法界。咱咧讲的文语法界、观照法界、甲实相法界，迄个实相的地位，就是咧讲啥物件？迄个实相的地位就讲叫做无相，迄个讲咱的自性，咱的本性叫做一真法界。迄个叫做离体啦吼，迄个叫做离体。那安尼当中，你会当以实相法界，这个离体若当相应，那安尼你就甲自通啊啦吼。这一旦一念清净真正，你就甲自通啊，叫做哪？叫做顿超法门啦吼。毋过后壁即马这暗的吼，拢就是因为咱拄则咧讲的本文，如来实体实见。当然啦，讲到这如来啦吼，咱一定要注意。如来，任何法有几点，会当甲你讲如来伊的实相。当然就是指着诸佛如来的智慧完全知影，你这个念清净已经心已经出来啊。如来是佛感，亲看到你这个众生一念生成信者出来。因为咱讲，你已经生了这个中道的信心、实相的信心。这个佛是因为有我眼、有肉眼、有天眼，伊有法眼、伊有慧眼、伊有法眼、伊有佛眼。那因为当然咱众生看袂到，咱众生是肉眼嘛，神是天眼嘛，阿罗汉是慧眼嘛，菩萨是法眼嘛，佛是佛眼嘛。那因为佛的佛眼会当实体实见，如来的佛眼会当实体实见，实体什物件？看到你的实相法界已经出来，看到你的中道信心已经出来，看到你的空有不二的道理已经出来，已经这佛道已经看到了。所以呢，如来佛眼亲看到你这个众生一念生净信者已经出来，这句话是安解说。毋过呢，因为即句若安尼解说呢，我是感觉还袂圆满啦吼。因为佛道伊是我眼完明的啦，具备我眼、佛眼千日者，照定叫这是即句话是咧讲，这个佛的最高的境界，就能看一切啦吼。毋过第二呢，迄个如来，这个如来啦，第一段就是迄个如来，就是讲佛伊本身有份着佛眼。会当看到众生得到了无上这个福德，伊会当得到真实的信心。所以呢，因为这是迄段叫做，这第二段呢，就是要拄来，就是自己的地位。因为咱嘛是一个如来啊，是因为你的心入侵思想，你已经得到真实的信心，你已经得到实相的法界，所以你家己有一个地位，你家己如来，你家己如来。自己如来地位已经发觉掉，如来实体实见，这个实体实见毋是别人看啦，这个实体实见就是你家己迄个自性看到你家己啊，因为哪你给证得到啊，所以就是你自己的如来法界，这就咧讲讲啦吼，就是你自己的如来法界，很清楚，足清楚你了解你自己。用着你自己的妙智慧来照见我们界空，无受着我们的覆盖。因为你自己这个如来，自己有内观的能力啊，所以叫做哪？实体实见真清楚。你家己毋免了别人甲你讲，
你家己有迄个能力看到你家己，就才会讲对不对？你家己知影。咱家己自识。哦，我即摆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喻啦吼。学生咧考试，伊考得较好毋对，伊若考得伊写作顺序，伊100%伊知影，即个题目写着对，好写无好写，对毋对伊家己足清楚。毋过即个学生啊，即个试考起来，伊家己在摇头。我着哪用摇的呢？毋知摇对对毋对，迄写着拢毋对，迄写着用摇的摇错拢毋对。像咱我较早咧写迄个哪呢？迄个迄个选择题啦，选择题就安怎1、2、3、4、5就平怎练一遍啦有电视歌咧，就练着对，甲填对，练着对，甲填对。用着迄种家己侥幸的心理，你去甲填伊的选择题、数学题。比如我会知影1、2、3、4、5对不对？这选择题嘛，数学题偏差嘛选择题的规个拢甲写对，拄着嘛对一条，拢甲写伊拄着嘛对一条，敢是安尼？迄敢是你心捌？毋是捌迄叫做你用着迄个投机取巧，迄个咧考到底考落几分？敢是嘛考袂起的？毋过呢，你对选择题、数学题，你每一条你看得足清楚，你嘛知影伊安怎填。那安尼我请问你考起来，一定无100分万2无解分啊！这就是咧甲你讲，如何实际实践，就是你家己的自识，你家己的智慧已经了解有主观的能力，你实际实践，你家己真清楚。用这个做比喻啦，比如讲，你对你家己伫修犯罪的过程，咱家己有犯错无？咱家己犯过无？咱家己有见识无？咱家己有安怎无？咱家己心感觉足有能力，所以迄个心地关心经的内底，咱难讲。明观者、明关心者，究竟叫做不灵；观者究竟存。迄个你会当家己内观，内观其心，外观其行，内观其心外观其行，安尼叫做内观。内外就是讲，咱叫做内叫做知，外叫做行，安尼叫做知行合一。王阳明咧甲咱教，叫知行合一。毋通讲知行不合一，那安尼当中呢，咱做起来就是参照六祖为了甲讲安怎呢？说通极心通，就如意处理空，微传见性法，出此好相双。你若知行不合一咧，说通心袂通，说通心袂通。心通嘴袂通，安尼所以咧，说通心就通叫做一，叫做知行合一。你内外叫做一，咱六祖用一句话就这来讲。那安尼呢，你会说通极心通，如意处虚空，就参照来，比如说参像一粒太阳处于虚空的内底，伊高的挂在天空，所以千里无闻是万里万里无闻是万里天，千江有水是千江月，就是这个道理啦所以呢，你若今日去无法度，你若无法度家己主观，你就生存了。今日咱学道学法拢无关系，你去读道理学法拢无关系，拢甲你有关系。现在讲，你捌的是你的，别人甲你对袂对？你毋捌的，别人慢慢甲你斗分啦你慢慢的让别人甲你分你唔对的所以这就是对你家己做现实的物件，是你爱去面对的这个物件。但是以后壁第三句话，就咱拄则，这下面就是伊的原文，伊的迄个本文啦金刚经的本文啦。其诸众生必如是无量福德。迄个无量福德是咧讲啥物件？迄个无量就是讲无法度拢用着数字来甲比喻，所以当时佛陀能受持托相，乃至于书皮顶为他人所求性品，这就是无法度拢用语言3000大千世界七宝，无法度拢甲伊比，因为3000大千世界七宝拢是一种的世界法，嘛是一种有一个呢有对立法。你3000大千世界，就是我讲一粒地球七宝，
但是若都有一个1亿控1粒，伊就1亿就相对的少，1亿控1粒就相对的多，这叫做2元对立，这个不是就是绝对。但是这个物件拢带袂到等于，这叫世界法。毋过呢，咱会当受持，受持修就是令咱疑心，持就是意念不忘，这个大乘法就是中道信心，这个物件有。那这个物件都是涵盖于3000、8000世界所有的物件，无同介比的物件。这叫做中真实的信心，这就是咧讲这个物件。所以呢，伊就讲，这个无量世诸众生，如来实体实见，如来了解，你这个众生得到是啥物件？如是无量福德。这个如是，咱可以安尼做解释。如是就是无量福德。就是得到自性的福德，因为伊不可思量。我拄则讲的，受持福相，你会当得到大乘法，你会当大乘法，迄叫做自觉，乃至所其顶，这叫做自觉。为他人说叫做觉他。那你会当得到如是，这个讲心佛一如，莫不爱是，你得到自性的解脱。迄叫做无量的福德，无量毋是有量，所以当时佛陀伫第8分等的问师傅第句讲：师傅弟，若有善男子善女儿，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七用布施，世人得向名为多。师傅弟言：善道世尊听好哦，善道世尊是福德，这位福德性。是五如来说明福德道，这个要听好，是福德，毋是福德性。所以来讲哦，这个无量福德，这个无量的福德就是讲啥物件？这叫做福德性。因为若有量叫做福德，听好，有量就是讲有数据的。你今仔日有数据的，你虽然讲你财产真足济，比如讲真奥运片、高台面。还是讲伊咧大企业，真财产有侪无？足济，这毋是叫做无量，足济嘛，都有一个量啦吼。比如讲台积电，讲要去投资迄个美国，啥物讲微调啦吼。其实就是去投资，这嘛是有一个量，那以佛陀当时比如起，这嘛用比较的啦吼，这等于很少，这不是一个多啦。因为佛陀当时咧用较量化的用哪呢？恒河沙数七宝。就是用恒河沙一粒一个宝，一个5000公里的恒河两边的沙数来做比喻，有这无？伊个是叫做较量法，安尼啦，用安尼来比喻啦。但是迄个恒河沙数七宝哦，不及于得如是无量福德，因为一切物件拢叫做数据，互你较侪个数量，但是这个物件拢带袂到等于。毋过呢，自如是，是否你如无加是这个自性福德了后，这个合伊做伙去。所以咱来讲如是无量福德是得到自性福德来讲嘛。你家己记住，金刚经来讲这两咱金刚不偏有，讲到第4分来，无自性。第4分。无自的形式，得到无量福德。无自这叫做无自的形式这叫做妙行无自。第4分叫做妙行无自嘛，敢毋是安尼？妙行就叫做不可思议之行。不可思议之行，我先来讲互你听。咱这个肉体啦吼，自你生出来到即嘛，又甲你妙行有无？伊要甲你填24小时就甲你填毋过你伫思想中的内底当中，你拢惊看到无法这数字，你无了解你有一个真正如是，迄个自性中伫你的身体内底当中，伊咧，你咧困你咧休息伊嘛要休息，伊嘛咧甲你念。你若休息，伊对你休息咧，你马上爬袂起来，敢是安尼？所以伊伫你这个肉体内底咱念。所以呢，因为伊这个是咧讲叫做自性。叫做无助，无助就是讲我无互像物件甲卡掉咧。
所以咱的形式就是讲，咱的叫不自常的布施，不自常布施毋是惊好钱，毋是讲好钱，就是你所做的善事，拢总袂使自伤。凡所有，毋知讲当时佛陀，也到人生的时阵，伊当讲一句讲，奇在，大地众生，富有如来，智慧的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见得。现在妄想执着，就是因为有罪，叫做妄想执着。我得着足济比如咱这下班，我道理讲得足好的有所无？今日足济人来听道理有所无？今日道理讲了嘛无介好有所无？这种叫做自相。安尼，今日无偌济人来听道叫做自相。敢是安尼？所以无主就是讲，无因为你外口这个环境，伊安怎来应着我这个应用我这个心叫做无主。所以你第四个无主，得着无量福德，这个这个念清净叫做信心生起来。袂落入偏空上方面去，所以呢，可以得就是如是无量福德。这个得到就是无量福，即是要有自性的布施，如是叫做自性的布施，简单讲起来是安尼啦所以《金刚经》的30因为就讲啦伊就讲到是自性的布施，即件工课来啦所以呢，再甲你讲如是无量福德。这个如是无量福德是咧讲啥物呢？咱写成注明啦是咧讲啥物？就是咧讲咱前迄个众生亲近着无量千万分，前面所种的诸善根，所得到的无量福德相像。因为这个诸众生命，这个诸众生，伊亲近了无量的千万分，但是无量千万所种的这个善根得到的，迄叫做无量福德一样。一念清净，一念清净之心，受根以上等啊。因为你虽然讲你有清过前面诸人分，你有清净这物件，但是如果你若当下会当这个一念转入清来，至一念清净心者，迄个一念就是自性的一念，咱听好，这个一念就是无二念。那无二念就是包括了一切。我先来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喻啦你看一桶水，对不对？这桶叫做千万，这个无量福德啦你用这个杯啊，来喝一杯下，有量无？因为迄桶甲这个数量有差无？有啦有差。但是因为若以数量迄一桶但是这个是一杯毋过一桶甲一杯，我若当然拢把倒伫海底落去，倒伫海底，而海底内底有我这杯甲有伊桶有无？有差无？无差啦就是讲今日这桶就是无量福德，比如安尼讲啦但是我一念清净心者的一杯，我同样就是起了一念清净，我当然把倒伫海底落去。若安尼当然，你桶甲我一杯运动相像。这道理晓啦你甲你解释这个物件啦拢相像，但是一念清净心者拢相等的，得到就是一念清净的信心。怎样？为啥物咱简单呢？自己。佛自己都家己这个争论起来，伊都家己争论啦，就是讲是安怎才会当一念就当形成这种是甚物问题呢？所以佛陀都家己问讲，为安怎呢？都继续咧讲啦后边这本文咱就继续念啦可以过。是诸众生，无互我相。人相、众生相、无法相、受者相，亦无非法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这几点啦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无法相就讲叫做空相，比如我定数相、法定数相、空定数相。
因为伊安开始浓缩，定咱看无啦吼。是主相信，伊个无有限名，无法就是讲无有个有这个活动事项，偶像，什么叫做偶像？我什么叫做人像？就是你，这个偶像就是讲咱的心，这个人像就是讲一个境。比如啦吼，我这个身体攀连着一个境，会走叫做哪？会走叫做众生相。啊，这个众生相就是讲哪？叫做众念众生啦吼，啊叫做哪？叫做幻想、幻想，幻想。啊，这个幻想，众生之相，啊叫做幻想，叫做众生来受者，叫做哪？叫做执着，叫做妄想执着。这两句解释叫做妄想执着。啊，这两个妄想执着就是有一个我，甲有一个人。我甲你比较起来，就产生这个物件妄想。哦，前回真赚偌济钱哦，啊，前回真安怎哦？啊，我真那想无代志做，会比较啦，你听有无？啊，比较就叫比较，我对着你比较就走即个起来，会怎想做这啊？啊，想了后，我就执着了，执着了，啊，就执步啦。啊，就怨道啦！哦，伊才趁了一个钱，安怎这物件，安尼叫做当时佛陀讲，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执着，这两句爱看好哦。这句来讲叫做妄想，这句叫做执着。是安怎会妄想的执着？就是头前这个我甲人伊的对立，产生这句话，这句话，这是因为无互我想。伊叫做无等思想，但是伊有一个讲无法想，啊，这个无法想，嘛有一个啦，嘛有一个活动思想，活动思想啦，什么无法想就是讲，我嘛袂使有执着要法，我今日讲了足好，啊，我今日讲了足歹，我今日足侪人听，我今日讲了足好，啊，我今日一个人也讲我讲了足歹，啊，我家己执着咧，因为第三句话就叫做妄想。啊，第四句就叫做执着，所以我等有事相，华等有事相，一无法想，这个叫做空相。空相，啊，就讲我等事相，甲华等事相，后壁有讲着，华等事相，华等事相，后壁你这两个执着，这两个了后当中，虽然讲我等事相空啊，华等事相空啊，但是你的执着一个用无法想，这叫做空相。两空之空的空啦，虽然这两个空啊，毋过呢，你个这里这个两空之空啦，我像没有嘛，啊，好像没有嘛，对不对？啊，我这里这两无啊，啊，无我就这里这两空之空叫做业会法相，就差就讲，迄个实相本来就实啦，伊才着爱搁一个精神，迄个实相，伊惊咱落去搁一个有。搁落一个有一个真实的信心里内底，所以咱家己落后壁咱就讲，乃至一念生净信者，迄就甲你扫为清气溜溜。所以可以讲，佛理啊伊家己伊即句话可以讲，佛家己咱问起来就对啦是主众生。即句话就是咧讲，一念生净信者众生，即个众生毋是一般种众生。这个是叫做大梵心的众生，什么叫做大梵心的众生？因为伊已经是金刚经咧听法会上的大梵心，毋是一般种社会迄能力，毋是这个物件。就等于讲起来，佛理金刚经咧讲所有无论比丘尼、优波离、优波塞、善男子、善女儿，即阵人。即类人叫大梵心，大梵心就是讲，毋是一般种的众生，已经入去到要学大乘法的大梵心的众生，但是伊要发菩萨心，无阿萨，菩萨甲无阿萨叫大菩萨，这大乘众生，所以伊要发在心内底当中，咱我早头讲着，因为众生虽然讲伊要入去到菩萨要到无萨，因为伊一定发无同是菩萨位，
第一个位叫做实质，第二位叫做实主，第三叫做实行，第四叫做实回向，第五叫做实地菩萨来顶头妙觉，安尼叫做52菩萨位，实行则、实主则、实行则、实回向则4则啊，实地则5则，加上顶头妙觉52菩萨位，但是你要到佛菩萨甲摩诃萨这个大乘众生，因为一定要经过实质，这10个楼梯内当经过了10主，迄个10主就是讲你这个心袂去摇动。因为众生分做3类，一种叫做邪定主，一种叫做不定主，一种叫做正定主。那伊要发菩萨心甲摩诃萨心，就是超过第三类啦。第一类就是叫做邪定句，什么叫做邪定句？伊即个物件吼，就是去感觉足爱迄个呢，因为教上伊有一个叫做有邪命啦。伊八正道内底有一个第5叫做正命内底有一个有邪命。有邪命第一个叫做哪？第一个叫做这个乍现意象。第二叫做助受功能，第三叫做占相吉凶，第四呢叫做大圣显威，第5叫做助受说服供养。乍现意象就是讲，这个邪就像过去的迄个宋七力有无？宋八力安尼忽一个顶悬一个邪在互你大看，这是什么？即摆什么？较早因佛教都有一个叫做妙禅啦，一个叫做妙什么物件啦？因妙禅的书叫做妙天妙。安尼当中你着安尼规定人坐咧，安尼叫伊从迄个跳，大家看到的时阵讲哪真诶呢？含个老师来说嘛，拢管出啦，较一时拢搬出啦，所以这叫做邪定句。就以上电话。就去音声电话，是人形声都这物件出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有电，应作如是观，佛甲你看足清楚。毋过嘛，有足侪人爱看这个物件，因为伊过去就修这个法来，所以伊看到这个法，伊就袂兴趣。毋过这个物件，邪定句，就是因为用作邪的物件，乍现意象用乍现显起来。用骗的啦，意就是奇奇怪怪啦，迄个俗。第二就是讲著作功能，我的能力足悬，但是恁爱听我的话，你的桌啊着安怎抢，你的厝着安怎摆，甚至你着安怎，我咧讲的是手机啊抓起来，你这设备袂使，你这爱改设备，无改设备吼，你的运无好，甚至去某信用袂外国过来呢，你几岁？我着60，60就即个翁仔即个设备，较早咱了一个外妖术过来，迄去的人翁仔客去吼，拢讲换翁仔呢，迄个已经赶出去啊啦。我一寡迄个总医生讲，恁即拢早来电话买，人即个客来了后吼，恁拢安讲，甲人来电话一个10万20万，拨落去，讲你着爱60就得换这你得平安爱服务着安怎？即个社会人就安尼呢，伊着而且咧做主任咧，我若无听伊话，后日我若身体无好就无，我若加开一寡钱，对毋对？宁可信医，不信医病，乍现迄个著作功能，所以即款的物件拢无好，占相吉凶，看命啦，看相啦，改运啦，改命啦，讲较歹听来好，改落好势好啦。我毋是咧等伊咧，咱因为因咧家己的因的出路啦，咱也帮伊讲这物件，不过咱一贯都会地主袂使去拄这行过。第四就是讲大声声大声会赢，道场即买这大声会赢，用学的，较你做你去做，这毋是叫你去做，用大声会赢，跟我来而不是你去做。那第5句话呢，叫做哪？叫做说服供养。我会得外关的，恁爱来强枉我，你强我，恁爱超生死，拖到你这有功德，咱道场绝对有这个物件。
咱得着好些物件，我这物件吼，2000块啊，吼，我忘记讲什么人啊，有一寡师傅啊，迄年考去，建议着要找咱的固定师资，要换一个囡仔也要找固定师资，要换一个油也要叫伊来，甚至要创啥也要叫伊来，大家去都用讨钱的，毋是用花的呢。好，迄人安怎讲呢？形象傲慢，我这毋是批评，我这是真的哦。但是我就问讲，阮蔡心怡就安尼问，你蔡心怡袂啦？你蔡心怡袂安尼，你滚倒来袂安尼啦？迄是佛教因仔家说签的吼，迄年过签的，本来报3000块，捌着一个200几万乐透，报3000块，你说吼，即摆讲，你有互我，你嘛要报100块，用讨的啦，说服讲的。所以形象不好，这毋是，这拢唔好啦吼。不顶去，修学到心行袂落，三个所在势力强，修袂落去，上尾来从正定去，这一定袂改变。这个要修菩萨摩萨，这就有困难。所以呢，因为伫这当中，咱头仔啦吼，有几点当中啦吼，就咧甲你讲啦吼。写进去，上下模以后呢，画画，道理听袂入去啊。烦恼提早关啦，地心就是燃烧了，得定句，不定句的众生就是讲起心浮动太厉害了，他遇到外道就学外道了，遇到佛就学佛道了，没有一个定见，跑来跑去，如道亲一样，这三个恶心，有点像是我思想无解了解真理，有的连跑了好几个单位。这话不到安，正定就是讲到这个啦。这个正定就是讲，今日这个众生已经证到十足的菩萨，因为伊的安住不动啊，佛陀所讲的《金刚经》内底所讲的，就是属于这个第三类。第三类就是讲啦，咱叫做正定，正定你袂得改变啦。所以呢，因为时间呢已经到啊啦无妨无妨就先出场咱后出，咱再继续，对无负责伊的啦因为伊来先讲很重要，不可以因为这涵盖太宽互咱后方呢，真浅的读读，要讲这物件有所不足啦当然希望咱各位。你当中多包容啦吼。而且呢，最后将我们各位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咱的动物也在旁边。好，谢谢各位。感谢悟前人慈悲全道之功，坤道之功。第班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全道之功，再之功，三之功。感谢悟前人慈悲之功，感谢点传之慈悲之功，坤道之功，再之功，三之功。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功，感谢点传之慈悲之功。持家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道之功，再之功，三之功，持家前人力之功，送驾父前人力之功，送驾点传师之功，坤道之功，再之功，三之功。持驾前人一鞠躬，送驾护前人一鞠躬，送驾点传师一鞠躬。好。感恩，谢谢，感恩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